愿清单？对，遗愿清单。我只有剩余不到1年的寿命，所以我列了一个遗愿清单，其中一条就是跟帅哥约会。放心，我出钱。这钱不是问题，只是我不怎么出门。你们外星人都不逛街的吗？男人都不逛街，不管是在哪儿。你正常点，你好好说话行吗？那人家就剩不到1年的寿命了嘛。而且，你上次给我病历袋，而且你也没有跟我说什么，还让我干这干那的。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？哎，你别讲笑话。特别好听，特别好笑。我跟你讲，别说。有一只鹿，它在高速公路上就使劲跑，跑着之后，它就成了高速公路。你笑点好低啊。挺有意思的。哎，那我再给你讲一个。不用，还有一个，你说吧，去哪？你的意思是，我来安排？你的遗愿清单，你让我定吗？你要是没有经验的话，我可以给你找位老师。谁？威廉公主。我可谢谢你吧，他天天在热搜榜占据花边新闻。你要让他规划工作的话，最后的落脚地就是酒店。我可没有钱。少爷，我听说金小鱼把你伺候的不错，我也可以。你这都什么虎狼之词？少爷，金小鱼可以一直异变的原因找到了吗？还没有查出来，但他最近说要跟我约会。约会？这么惊讶吗？等等，你先别。哪个酒店？建成，来，咱们俩把他嘴堵上。约会地点和内容怎么说？就是清堂百货，看电影、吃饭、逛街之类的这种普通流程。那到底是哪个酒店？没有酒店，不是常规有。闭嘴！我觉得他是想带你去公共场合，再找接应人实施下一步。对，绑架或者仙人跳。你不能去。别着急啊，来，再给我倒点。之前你们俩试探他，我之所以不太同意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够了解他。但这一次他主动提出来，说明他已经准备好了。如果他真的有问题，他一定会在这次动手。但很多人不知道，清堂百货也是我们公司旗下的，所以就算他有行动的话，我们可以找更多的人盯着他。可是这样太冒险了。我一直都不信任他，但有一点我可以确认，他就算是特效药团伙的，他也应该是被逼的。少爷，我感觉你已经开始为他开脱了，这可不是个好兆头。少爷，你别理他。对了，你之前查的事情是不是有眉目了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以前都是我在找别人，但最近我发现，我好像成了被查的那个。啊？